近伫个铜锣甲餐饮市场，讲咧事件花艺甲古早味，到卖场甲网架科学小飞夹来合作，推出着周边的商品，以文具结合着模型的设计，引起着话题。若素食甲餐饮的业者是分别来结合着动画网架。 七龙珠 Z 甲复刻着30年前的杯仔面，要用花艺，要用古早味来请人客。卖场的心声，卖场听到了，特别满51岁英雄网架科学小飞夹中出工学，唔是要伫咧荧幕放送，是要对宾众同齐转去。我还会做动作，耶！亲切，因为我回到年轻了，限量，数量很少。 所以一定要早一点来，要不然就买不到。就我们现在主力消费者几乎都是6到7年级生，那我们希望说带取大家一个欢乐的回忆，也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小孩子的共同乐趣。大卖场收集点数活动，和科学小飞夹合作，推出角色造型笔第一代红红核战机和收集的鸭仔。今日则开卖，网络卖场顶第一有人开介绍展会，一支笔399，几套高级笔要1900块，那以价买。 介绍来换算，一个转手介绍就差超过1500块。素食业者赶快锁定怀念市场，和经典网架七龙珠 Z 合作，点餐加钱买，就当得到限量角色的网卡包，和餐点的包装全部拢印满版角色的图。名的 IP。 所以就真的非常吸引我的注意，回去一定会把它好好收藏折好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次真的很少见，而且我觉得它印的都很漂亮。毛餐饮集团选择疫情期间开两期，重新整理食品的生产线，生产30年前的泡面，卖的若是花叶，或透过话题来向人客注意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